云林县拿来乡有一间私人的饲鸟饲狗的农场，县政府伫今年2月去稽查，发现讲有虐待动物的状况哦，嘛已经有受到处罚。后来这间农场是拒绝接受稽查，县政府马上分林地检署去侦办，嘛发现讲这个负责人哦，同款各有虐待动物，甚至造成死亡的行为哦，嘛已经提起公诉了。 死掉了吗？防疫所警员一个稽查，人内底鸟仔所发现有一寡已经死亡啊，怀疑有不当饲养的状况。云林拿来这间私人的鸟仔狗仔场，细蛋的负责人已经涉嫌不当饲养，互人检举真侪届啊。屡劝不听，又再有重启炉灶的情形。那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又派员多次稽查，但是到4月份，陈姓男子已经有严重规避稽查的行为。 所以我们就报请地检署侦办。云林地检署表示，细蛋的查甫人伫2015年违反动保法，互中华管府采取禁止饲养。4年前，伊搬到云林拿来租地，今年2月互检举不当饲养了后，云林管府甲罚20万元，说共款是发袂惊，继续咧做违法的代志。云林县政府多次前往复查，据料诚信被告竟不配合，拒绝开门。本署获悉上情后。 指挥警方于今年4月间入内执行搜索，发现诚信被告依旧有违规饲养犬猫。云林地检署表示，经过稽查，有狗仔受伤，煞无送病院治疗，而且环境压榨未通风，致使动物死亡。检方认为，细蛋的查甫人涉嫌违反动保法，故意虐待动物，还因受伤死亡等等，甲伊提起公诉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